最近咧就有一個所謂專家出嚟講，就話如果租客咧其實就交得起租嘅，根本咧就唔想業主減租。咁如果大家係做開生意嘅老細，你係想業主減租啊，定係業主唔減租咧？我相信99%都話希望業主可以減啲租，大家過唔到時間，係咪？而今時今日香港做生意非常之差，租金、人工係一個好大嘅開支。如果業主肯減啲租咧，相信大家都可以繼續捱落去，支持落去。而呢個所謂專家咧，其實佢本身就係一個業主，所以出嚟講嘅説話咧，大家要自己考慮下啦。已經俾人踢爆咗啦呢樣嘢，所以咧其實生意好唔好同租金一個好大嘅關係。當然租金平啲嘅生意可以好啲嘅，多啲人出嚟消費，其實咧呢個生意咧有啲環境咧先會更加好。如果你淨係一個業主賺晒，周邊嗰啲鋪頭全部執手笠，咁嘅氣氛，大家會出嚟消費咩？只會越嚟越差。所以減租對一個小生意嘅老闆絕對係有幫助。記住呢個專家所講説話本身就係一個錯嘅觀念。好，大家有咩意見？歡迎大家留言分享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啲短片啊、信息啊，歡迎大家掃下啲 QR code 支持我買一杯咖啡，可以繼續拍落去。多謝大家。